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阿母，我嘛跪咧求你啦，你着手势行悬，往你一条生路啦。你想看觅，当初我要娶彩云来的时阵，迄是你一人的主意啊。我是被逼的，若毋是为着咱陈家要传宗接代，为着要互你抱金孙，我嘛无可能娶彩云啊。无毋对啦，彩云也是咱用钱买回来，也毋过伊是人呢，伊毋是生计工具啦。阿母，你干那为着家己要抱孙，煞来牺牲别人的幸福，你咧做吼，伤过自私啊！金秋，你竟然敢用穿话来咧攻击我！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！要紧无？照老夫人卖相看起来吼，应该是受到真大的刺激才会昏倒。啊，毋过你放心哦，即摆应该是无要紧。先生，努力。我提醒你，老夫人心脏是无好啦，毋好受到伤大刺激。我知啦。啊，无麻烦你派一个人跟我来药房见好啊。头家，我来头啊，先生，我来走吼。慢点。头家啊，但代志拄着吼，你莫烦恼啊啦，想较开个啦。阿豪啊，若换做是你，你敢忍心安尼做？两条性命咧。我嘛唔知影。你莫阁哭啊！是，咱两个昨暝都爱捡水，我甲咱饮水。以后咱一世人拢无法度见你，你叫我先咱袂哭。你莫阁哭啊！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！虽然咱两个有的时阵无法度做伙，上好咱两个是，搁会死到。
谢你。头家娘，大门口足侪家庭顾着，你有后尾唔走，向一台三轮车咧等你，紧走。多谢你。哎，小等下，来，这互你。姑娘，你甲我打电话，我袂讲收你的钱，你是摕倒转。李头家娘，即嘛唔是讲这个时阵啊啦，紧走啦，万一互发现了，安尼就害啊，紧点，好。李头家娘，你这是咧创啥啦？姑娘，多谢你。我唔走了，你一定要保重你家己身体。无论我走去倒位，你台湾台电话永远甲我放袂。我知影，紧走，紧走啦，紧来。奇怪啊，迄毋是二头家娘，毋是放咧大厅的，即摆哪坐车咱遮走？哎呦，文英啊，你哪毋遮啦？我拄仔看到二头。较细声的啦，互听着安尼就害啊啦。哎呦，是咧暗啥啦？啊，我都看到二头家娘伊。我知啊，人是咧放的哦。啊！你真正叫文英安尼做哦？头家啊，煞通！这件代志若传出去，若互知影哦，你是无要紧的。文英啊，真正用百倍地图远哦。自细汉食到遮大汉啊，我也毋捌做过我救阮阿母的代志。啊，彩云啊，伊反背我，我颠倒为着伊，叫阮阿母生气，我咧做咁对。对啦对啦，我若讲哦，捌讲过啦，讲忠孝不能两全，对。啊，搁有哦，二头家娘万不若真正叫头家妈吼，顶帮安尼全按放水流若死去，你袂艰苦一世人哦。论安怎，我希望阮阿母会当原谅我。头家啊，头家啊！哦，就是你，好，无惊无惊。等去安尼大声细声安尼嘿嘿叫，那目标变呾是安怎啦？哎呀，你唔知影，头家啊，我要甲你讲场秘密咯。你遮好，我来今日车一台三轮车，我喺二头唔知呢。点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件代志哦，不准你家己落来讲，尤其是头家妈。我绝对无叫啥，知影无？啊！哈，搁哈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件代志你千万唔通讲出哦。老祖边头面这是头家妈知影哦，我就当做你讲的，我原来去甲头家妈头讲，人是你放，到时阵哦，赔你落去，你就活好用做事，知？文英，是你笑。头家妈，是我啦，甲你吵精神哦。无啦，我本来都无得困，哎，吵一人呢。是建昌甲因放走是无？头家妈，是讲安尼也好啦，啊若无吼，我毋知要搁做啥物代志出来。头家妈，我知影你无迄个心，其实你心肝足善良的。
伊甲头家妈同款，心肝拢足善良，是一个大好人。啊，你有介意无？讲啊，你有介意？好好，安尼我明白啊，我有我的主张。文英，你去叫春香啊，来拜公的物件传来。我想讲明仔载要来庙里烧香。春香啊，我知，扫过对无？我会甲扫过传电吼，再请头家妈来拜拜啦。这初冬的嘛，我会工课啦，我来去做啦。今仔日春香哦，我真主动。文英，你知影我今仔日是安怎要带你来拜拜无？我知影，头家妈是要来求菩萨，保庇咱家大大小小一切拢平安。我是来求观世音菩萨保庇，互你会当顺利做我第三个新妇。也毋过，我知影你在想啥，宿顶遐吼，你免烦恼。看怎讲，这个家庭还阁是我伫咧做主。头家妈，你遮尔啊疼我，就算讲我后世人做牛做马，嘛无法度报答你。讲查某囡仔咧，我无需要你报答啥物，只希望讲你会当替阮陈家生一个一男半女，互阮陈家香火会当继续传落去，安尼就是上好的报答啊！头家妈，我嘛要去求菩萨，保庇头家妈的身体会当健康，食饱哩。不离，你确实是一个真好努力的查某囡仔。好，咱今日来去。你敢是陈老太太？是啊。陈老太太，你来烧香哦。阿巧哦。陈老太太，看你面色吼，敢无啥好呢？你是毋是破病啊？家好真多啊啦。老太太啊，这几天吼，我才想要去找你咧。找我什么代志？把你后生总为人啊！我讲啊，你健昌吼嘛真可怜呢。迄大某吼，听讲因老母是小的，迄用关咧茶房啦。若讲细汉吼，阮对人走呢。你哪会知影？这件代志哦，你从我头你嘛知。是啥物人讲的？啊，就恁兜叫春香啊。老太太，恁后生吼嘛真可怜呢，哈连少年吼像恁床恁被，啊日子吼是要安怎过？我看哦，你也是赶紧吼，我甲伊哦，我娶一个某啦。对啦对啦，若总为人吼，我上高呢，啊你交互我就对啊啦。是嘛？我看迄老太太哦，面色敢无啥好呢，伊可能哦要省一点无人钱啦。我看看，安尼走好啦。咱老太太，祝你吼身体健康啦，较早好起来吼。我先来走啦，歹势啦。头家妈，头家妈，我物件拢穿好啊！头家妈，你莫放我了！你这死查某囡仔，想到我这么搞话，厝内的代志，你来拖拖出去甲人讲。头家妈，头家妈。拜托文英，今仔发生个代志，你是安怎照顾的哈？头家妈人好，我出去拜拜，你变安尼转来啦？讲啊！头家娘啊，你们真是啊！阿文英，
拜托你啦！我拄则拜托你的代志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啊，无我会死啦！就算讲你即马求我，我嘛无法度答应你啊。为什么？你拄则无听阿汉伯讲哦，头家妈已经精神啊。头家妈精神啊，甲我拜托伊的代志有啥关系啊？头家妈精神啊，啊这啥事啊？文玲啊无讲，头家妈嘛会讲啊，我袂爱听啊，袂爱啦。回想是要安怎甲人徛起？